大新聞喺廣東陽江發現咗最初中國嘅南標坐標嘅地理位置啊，亦即係話呢喺4000幾年前啊，上古時代廣東同埋嶺南地區就已經係中華文明版圖嘅一部分。所以嶺南並唔係某啲觀點認為嘅南蠻之地。嗱，今日嚟講下呢件事。首先咩叫南標呢？即係話呢喺4000年前，當時嘅皇帝係堯啊，係一個賢君，好愛老百姓嘅。咁啊，堯呢，佢做咗中原各個部落嘅聯盟盟主之後呢，咁啊，佢開始呢要測量成個天下有幾大啦。於是呢，佢就派咗4組人啊，一組呢向東去到山東、青島、黃島嗰個位置，睇住太陽呢喺海入邊升出嚟。咁啊，古代人認為嗰個地方就係最東邊啦。跟住呢，派人一路向西啊，去到敘利亞地中海嗰個位置，見到太陽呢喺地中海嗰度落山，沉入海入邊，就認為嗰度係最西邊嘅地方。於是就派人呢去到最北邊俄羅斯嘅北冰洋啊，見到嗰度呢係非常之凍，而且夜晚嘅時間最長，將嗰度定為最北。跟住呢氣鬱嚟啦，就派人啊一路向南嚟咗我哋廣東陽江嘅沙扒灣，認為呢度呢係南邊最遠嘅地方。分別喺4個地方插咗4條柱落去，呢4條柱呢就叫做標，分別係東標、西標、北標同埋南標。咁南標就喺陽江啦。嗱，呢段歷史呢一直都記喺3000年前嘅《山海經》裏邊同埋《尚書》裏邊。不過好多考古學家都認為呢個只不過係一段傳說嚟嘅啫，係古代人幻想出嚟、老作出嚟㗎。因為嗰個時代有乜可能可以去到咁遠呢？所以一直冇人信。但係喺2006年啊，就喺山西臨汾嘅陶寺呢個地方呢，就發現咗一個龜。嗱，唔係烏龜嘅龜喎，呢個龜係一把尺，呢個龜上面有刻度㗎。咁啊，專家就考證呢，喺4000年前堯做皇帝嗰陣呢，佢就揾咗一把龜同埋一個錶，立成一個90度咁嘅樣，跟住呢就周圍測，睇下邊個地方喺夏至嗰一日嘅中午時分，太陽曬落嚟嗰個影呢啱好係1尺6，咁嗰個地方呢就係成個天下嘅中心所在。跟住測嚟測去發現，原來臨汾陶寺嗰度就係全天下嘅中心，於是就將嗰個地方叫做中國。嗱，呢個中國唔係指我哋而家嘅國家，中國喺當時嘅意思係表示呢，全天下嘅中心就叫中國。嗱，佢畫咗呢個中心之後呢，就以呢個中心為出發點啦，一路向東行，去到山東青島，向西去到敘利亞，向北去俄羅斯，向南就嚟咗廣東陽江，就測咗成個天下嘅範圍出嚟。喺確定臨汾陶寺就係4000年前天下嘅中心之後呢，考古專家左手揸住《山海經》同埋《尚書》，右手揸住現代嘅 GPS 衛星定位器，按住書入邊嘅指引，一路向南行。果然行咗幾千公里之後呢，就嚟咗陽江沙扒灣。果然嗰個位置就係書入邊記載嘅一個海邊，又見到一輪日出喺海上升出嚟，太神奇啦！同《山海經》描述嘅一模一樣，所以4000幾年前嶺南同中原就已經有聯繫啦。你話神唔神奇呢？